大家都明白啦，學校一個群體生活嘅圈子嚟嘅。咁老師教學咧都係一班咁樣20個、30個去教導學生。咁喺一個集體嘅學習嘅空間會比較濃厚啲。咁亦都好多時放學活動啊，都係一個集體性。咁當然有時可能有啲個別輔導啦，但係都係一個集體學習啊、集體活動為主嘅。咁屋企咧就另外一個世界啦。咁如果一個起兩個止嘅啫嘛，咁所以屋企嘅管教咧都係一個好細嘅小朋友嘅圈子裏邊咧去教導佢裏邊。咁當中其實可以相輔相成嘅，但係亦都可能會帶嚟一種嘅衝突。嗱，相輔相成嘅地方咧就係在於咧，如果我哋群體學習裏邊咧，佢個互動咧係豐富好多嘅，咁佢學習嘅空間亦都會擴闊咗。咁但係咧亦都要學習下點樣處理人際關係啦。咁如果唔係話即係雖然集體一齊參與，但係我又好退縮啊，又冇自信啊，亦都咧唔夠膽去嘗試。咁對於個群體學習嚟講，佢就會大打折扣嘅。咁所以群體學習當中有好處，但係亦都要留意，就係點樣喺群體學習裏邊咧鼓勵我哋嘅小朋友係可以投入參與。咁另外咧，我哋家庭嘅教育咧就係比較細緻啲，特別喺個品德嘅教學。嗱，因為學校裏邊咧集體學習知識啊，譬如呢個咧就係 A、B、C、D 咁，大家學識呢個集體嘅知識。喺屋企裏邊咧，咁學習嘅嘢咧或者學術嘅嘢咧，就交俾學校做啦。咁家庭做咧，因為係可能係單對單啊，或者一個對兩個子女咧，咁我咧喺品德教育，對人性嗰種嘅體現啊，或者善待別人啊、尊重別人呢種嘅生活嘅情操咧，咁我哋就喺家庭裏邊要多學習嘅。咁喺家庭裏邊咧，就係個人嗰個品德教育為主。學校咧就係一個知識層面、群體學習。咁咧，但係有時咧就會有衝突嘅喎。特別有時留意下咧，譬如你咁樣教佢啦，話啊你咧做人要禮貌啊咁。咁個小朋友話唔係喎，老師唔係咁教喎，老師唔係咁樣寫嘅喎，老師唔係咁讀嘅喎。咁佢可能咧將我哋咧建立一種嘅矛盾，而得到咧令到小朋友咧有更多所謂懶惰嘅空間。咁呢啲方面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咁當然有時啲嘢咧就係學校教緊啲乜嘢，或者實際情況同我哋教育嗰方面係咪配合得到咧？呢個大家家長要留意，因為學校教育能夠同家庭教育互相配合咧，係相得益彰嘅。譬如我舉個例子，學校今個禮拜咧就係德育週，咁啊教人禮貌嘅。咁喺屋企嘅教育裏邊咧，你多喺呢方面嘅強調，或者咧多提點樣嘢咧，咁佢個吸收同埋嗰個內在化咧係更加有效果。咁正如頭先講啦嘛，有時有衝突嘅喎，即係小朋友咧係借兩方面嘅群體，或者兩方面嘅有代表性嘅人咧係建立一種嘅矛盾，從而咧攞到佢最大嘅好處啊咁樣。咁呢方面如果發生問題嗰陣時候咧，我鼓勵家長咧主動揾翻學校，問翻校究竟個情況係點樣，或者有啲具體例子嗰陣時候咧，同老師、班主任傾翻有咁嘅實際情況，而當中裏邊咧再尋求更多嘅默契，咁變咗個小朋友咧就唔會喺兩個所謂有影響力嘅人當中裏邊咧唔識得去點樣處理，或者點樣咧係能夠配合得係比較順暢一啲。咁所以呢方面咧，家長亦都要有個積極性同埋主動性咧，同學校聯絡翻。喺一啲矛盾位或者一啲咧小朋友混亂嘅情況之下咧，點樣可以咧係互相係配合得好一啲？咁所以我哋一路都強調咧，學校生活、學校教育係重要嘅，同樣家庭生活、家庭教育咧亦都係重要，而兩者嘅配合咧係相得益彰，係會更加咧帶嚟嗰個正面嘅效果。咁呢方面咧，咁多年嚟咧係強調家校合作。咁家校合作咧點樣做咧？可能我哋喺其他嘅時段咧，我哋可以詳細討論一下嘅。